先来关心湘北地区昨下晡落雷公雨，地区真侪车路淹水，赛车民众惊吊车全拢袂顶袂动，交通塌掉咧。代替英歌到桃园，因为凤鸣这站时间积水，30米长的路基去互大水冲走，地区上北落南的火车万分停驶。经过代替透暝抢修，早起5点半已经恢复通车。雄雄中港河台北市中庆北路出现积水，车路用要淹去，有网友翕到民众落车用手刹车来行。受西南气流影响，初十下晡北部落大雨，在树林嘉亨路水淹到人行道，有民众规气躺椅仔行。大水未护楼，北在社区各大楼停车场出现积水。没看过，像海边上头诶。雨势够大，英国火车头前的广场也拢是水，亲像海涌共款一波刷一波。因为都是下班时间，真侪人伫车流当中寸步难行，不少骑机车人规气牵车用行的。中大过后的雷阵雨造成湘北市抑个桃园真侪所在淹水，代替桃园到英国站路段也积水，双线无法度通行，路南甲上北列车万分，车站内底等车人是愈来愈多。1个多小时。那对，5点半的车可以搭，现在要到6点半。是啊，因为你连什么时候可以回家都不确定。对啊，我觉得至少要延误多少时间，至少也要秀给我们看一下。代替总共开10班桃园甲英国之间的专接车，到暗时8点，每座列车平均满分差不多45分，东正线路基流失30公尺。代替伫暗时双线封锁时间抢修，按算伫今日透早完成抢修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